最中意 AYP 嘅一樣嘢係咩呢？佢要我哋抽個5科咧都好自主㗎。我一個可以挑戰自己嘅機會啦。AYP 可以令到一個青少年可以全人發展。咁啊，參加之後可以按自己嘅需要啊、興趣咧去參加活動啦。其實我最中意 AYP 咧，可以鍛鍊到我有一個堅毅不屈嘅精神，可以係應用喺生活嘅當中。通過困難挑戰嚟到鍛鍊我哋嘅年輕人堅毅不屈嘅精神，佢哋合作無間嘅團隊精神，同埋係永不放棄嘅處事態度，就好似今日嘅金章得獎者一樣。你哋喺考章嘅過程係花咗大量嘅時間、努力同埋汗水，但係你哋今日所得到嘅唔單單只係一枚獎牌，而係一份非常豐盛、寶貴嘅人生經驗。因為喺呢個過程裏邊，你哋發揮潛能，培養咗自己積極奮鬥、勇於承擔嘅做人態度，而且係有機會服務同埋回饋香港社會。我深深相信呢啲咁寶貴嘅經驗，都可以為你第日未來人生嘅路程係畫上彩虹。不如同大家講下參加呢個獎勵計劃，其實有啲乜嘅經驗你哋比較難忘，又或者有啲咩挑戰咧？我哋成日講挑戰喎。對於我自己咧，就係時間上嘅極限，就唔係體能上嘅極限。時間上嘅極限點解咧？咁其實因為我考緊直接中章嗰陣時咧，我係一個全職嘅工作啦，咁我要朝9晚5或者唔知幾點收工啦，跟住我仲要讀呢個 part-time degree 啦，咁啲時日會撞得好犀利。其實咧，我哋因為要喺25歲之前要完成晒咁多科，佢哋咧就趕時間，即係講你哋會覺得係有意義、有價值，但係咧撲嚟撲去咧，你個時間安排、時間計劃係好緊要，係咪？冇錯，好似啲明星咁啦，一日可能要走幾場嗰啲咧，咁好嘢。喂，就講啊，即係雖然係咁辛苦，你都見到咁多嘅唔同嘅事物，有冇一啲事情係改變咗你哋？頭先當然行山，即係有冇一啲嘅做人處事，你覺得係有啲改變？我參加完呢個金章計劃之後咧，我覺得自己咧就做事咧就有計劃咗嘅，因為咧你都知道啦，參加獎勵計劃咧，每科之前咧都要加個好詳盡嘅報告書，即係計劃書，係啦，計劃書，咁所以咧都好緊得上嘅，因為咧我嚟緊咧就係結婚啦，咁所以咧我其實你唔單止有需要有知識的，仲要有體能、有活力，更加重要嘅咧係要有意志。我哋希望咧，香港嘅將來咧，通過你哋繼續奮鬥咧，成為我哋未來一代嘅領袖啊！我哋特別係你哋用你哋攞你哋自己嘅時間出嚟做培育青年嘅工作咧，我係非常之佩服啊！知道你哋都花咗好多時間，花咗好多心力啊！希望你哋繼續喺做青年嘅工作上面咧，繼續貢獻你哋嘅力量。獎勵不平凡，耶！獎勵不平凡，耶！